台北市嘅底盘公车的后壁车门开门的时阵，会去夹到车门边的旅客。为着要避免这意外来发生，交通局决定明年3月底进前，要甲嘅底盘的公车后壁门装隔板，防止搁再去夹到旅客。 坐公车的民众为着路卡片直接探头，所互拍开的车门夹到，这款代志发生过几若遍。为着减少意外，台北市的低地板公车即马开始拢要倒隔板。那现在就加装了这样子一个透明的隔板，在这个上方，那这样民众就过不去了。过不去的话，他就避免可能会被假上状况。他如果要逼卡的话，他就必须要从这个方式逼卡。 因为低地板公车中门所在检票机器，甲门的中央有空棚，即马门的两边就用棒仔伫差不多160公分左右的管道，甲扎起来。中型的小型的公车它是不需要这个隔板，因为它的那个验票机不在这个位置。那高地板也不需要。那所以我们整个低地板公车3000多辆的部分那我们都会来加装这个部分。 台北市交通局表示，预计明年3月底进前就会实地完成立挂，大部分公车嘛伫今年5月进前就安装了防夹的装置。即马嘛有业者甲车内消毒酒精改用自动感应，避免接触的风险。就是希望疫情转好的时阵，嘛通提升载客比率，互民众坐了安全。记者陈雅文、李玉凯台北报道。